出来找我理论呢？那我们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。你先亲我一下。我是认真的，要不然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一看。我自己来。所谓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你是不是觉得他无药可救？你是不是觉得他烂泥扶不上墙？你是不是对他有成见？我只是不想重蹈覆辙，不想身边再多一只妖猴。谁是妖猴？我不知道谁是妖猴。你是不是说孙悟空？我跟你说，孙悟空也是我的徒弟。我徒弟总共这3个，你就对2个有意见，还有他没头发的，你要不要对他也有点成见呢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你下来，我们好好聊一下。还有玉帝，我跟你说，孙悟空怎么了？孙悟空不听话，我有责任的。为什么？我是他师傅，我没有好好度化他，这个我有责任。你不可以说他是妖猴，左一句妖猴，右一句妖猴，又说他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一只猪，一只猴，多可爱！你这样歧视他，一个妖猴，一个烂泥扶不上墙，万一想不开，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自杀了怎么办？自杀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你要下地狱的。我跟你说，下地狱，无间地狱，永不超生啊！我是不会死的，那就生不如死啊！哼，你这么说，那以后你2个徒弟你自己管，我不管了。你说的。哼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回来，真没礼貌。这个，换一个。咱们那边去看看，走。好。你看那男的眼光跟那女的身材一样差。我说你们女人是不是除了买买买就是买买买？你不觉得他们很幸福啊？我觉得吧，那男的眼光就跟那女的身材一模一样。你干嘛呀你？不买你别摔它呀！你知不知道这东西要赔钱啊？你喜欢我买给你。玉佩有什么稀罕的？碎了就碎了，何况这还是个假的。喂，姑娘，你可不要乱说，我还要做生意的。嗯，你看，我还有玉石鉴定书啊。我要的是真心，哪怕一个瞬间，就能成为永远的永恒。你不要算了，爱要不要？好啊，那陪我去那边看看，走。哇！哎，哪件好看？那黑的吧，比较土，适合你。姑娘，清秀俏丽，不妨试试这件裙子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太好看，太好看。好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没想到这么土的衣服，穿在你的身上还别有一番意味。真的？没错。就是你这比例有点儿。老板，这件我要了。好的。你付钱。好好好。哎，姑娘，我再给您拿件新的吧。不用，我还是喜欢身上这件。就喜欢身上这件。多少钱啊，老板？哎呀，你给我。不是说要真心吗？这就是你的真心啊！唉，想不到即便是尊贵的紫霞仙子，买了新东西的时候，也会跟小孩一样开心。你懂什么？就算是仙子，也想要被人宠啊！哎，你饿不饿？我们去吃好吃的吧。啊，走吧。
其实是挺饿。哎呀，干嘛呀？说好了我请客。买衣服都花了不少钱了，吃饭我来。女人的钱包不都是个装饰品吗？啊，花钱是男人该干的事儿。不就吃些家常菜吗？有什么稀罕的？你请我还不吃呢。行啊，要不咱换一家？不用。小二，后厨借我用一下。姑娘，这不太方便啊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就用一个灶而已。那我跟掌柜的商量一下。不用商量。你能不能不麻烦人家了呀？你再等我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大叔，那个灶头借我用一下。大叔，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厨师做饭要钱，那姑娘做饭要命啊！子霞，没事吧？你倒吭个声啊你！没事吧你？没事，你再等一会儿就好了啊。找我了，快跑啊！哎，你买单的，买单！尝尝。好啊。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鱼啊？我太喜欢吃了，你吃啊。但是这鱼在哪儿？陪我后厨。这点不够。啊，哎呀，可能这已经和菜合在一起了。是啊，我也有点看不大清啊。所以吃起来才有惊喜嘛！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师傅，我有一个问题不解，是这样的，当初就在天庭之上，然后有天如来佛祖突然之间坐在了地上，然后吃下了一只小白兔。那这样是谁呢？这样的话，当然就是观音大士了。啊，师傅，吃东西啊！哎呀，真是怪呀！你也吃，真是怪。师弟，你也吃啊？谢谢，谢谢二兄。师傅，我们赶快吃饭，吃完饭我们赶快上路去西天取经啊！你不着急啊，你一会儿呢和三师弟先吃一下果子，师傅呢要去紫竹林找一下观音姐姐。我们俩陪您一块儿去吧。不用了，师傅不怕了啊！你们啊就在这里等为师就好了。为师啊，去就来，不要乱跑啊！我知道我做的饭不好吃，对不起啊。从你进厨房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做饭。
我是仙子，当然不会做饭。但是你做的，我肯定要吃。谢谢你陪我逛街，还吃了我做的饭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不走了。哎呀，这才走几步路你就累了，起来啊，起来！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堂堂一个神仙啊，随便动一下袖子，我们就能直接到山顶了。你非要走路，累得要死。你不觉得这沿途的风景很美吗？我都累成这个样，哪有心情看风景？你看啊，山顶就在那儿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你不知道山顶永远都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不行了，你走吧，我一辈子都走不到。那就一起走一辈子。走一辈子多无聊啊，是不是？走吧。和真心人在一起的话，就算是无聊，也不会觉得孤单吧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！哇！我不走了。哎呀，起来！姑娘，你们来晚了啊！此处每日酉时，太阳出尘，朗月初升，日月交辉，层云尽染，人间如仙境，手可摘星辰呐、一幻一真，是我作画之人最爱的瞬间。只可惜啊，你们错过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很简单，错过了今天，就等明天。明日不可期，就像这错过的风景一样，永远都无法挽回。不过，有总比没有强，对吧？哎呀，好不容易上来你就起来看一眼嘛！啊，起来起来！这蓝天白云每天都一样，我问你有什么好看？看看看！哎，你不觉得那一抹晚霞很特别吗？每天晚上的晚霞都不一样，你凭什么说人家那一抹就漂亮呢？有什么特别的？看到你们如此不快，我倒有个办法，兴许能够帮到你们。老先生，请讲。我每日在此作画，对这里的美景已熟稔于胸。不如我给你们二人画幅画，也算你们二人不枉此行。去，别在这烦我们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坑钱呢？我们现在这个样，你要画我们？我倒觉得这个办法挺好，毕竟以后我们也没什么机会再来了。行，我告诉你啊，老头，要不是看在这位姑娘的份上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，还画画。来，我告诉你。等找到紫青宝剑，再找到你心爱的人，
打算干什么？我想跟他去最美的地方，看最美的风景。等我办完事儿了，我就一起陪你去找真心院士。就那么想回到我百年后？对，我娘子等着我回去呢。你想等什么呢？你就那么喜欢他吗？在身上。我曾经见过最美的风景，可惜当时自己根本就不知道，只顾着去找我的一生所爱。难道这是？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和自己的意中人来到这儿，可惜却错过了最美的风景。就是因为错过，才是人生啊！如果都是巧合的话，那一定会很恐怖。明天你走了，还会回来吗？画好了，老朽不才，请二位过目雅正。给我画的好看不好看呀？你这画了什么东西？我们人呢？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师傅走了这么久，有消息没有？找到他没有啊？刚才我在路上听了2个妖怪说牛魔王要开唐僧宴啊，师傅肯定被牛魔王抓走了。我就说陪他一起去，他非要自己走啊！走了走了，就师傅去，走，你先跑。现在你让我陪你做3件事，我都已经做完了，该你兑现承诺。对不起，月光宝盒不在我这儿。你说什么？不在你这儿。你别生气啊，我不是故意耍你的。月光宝盒在我姐姐那，她一定会给你的。我哪敢生你的气？我把你当观世音供着，我都来不及呀。天快黑了，我要走了。你走了，我一个人啊，怎么对付那青霞？哎，你这，什么意思？你走就走，把我定住，什么意思呀？如果不把你定住，我怕自己舍不得。今天谢谢你，祝你好运。有好运就怪了，好运！你别走啊！你把我解开，自杀！青霞，青霞，你在哪儿呢？青霞。你找我啊？月光宝盒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你是不是之后把月光宝盒又输给了紫霞？这次你们可没那么容易拿到了。
你把你身上一个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给我，我再去把它给清下，然后再告诉他你已经死了。一个人呢是不可能死2回的，如果他再想来杀你的话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啊！你妹妹已经被我杀死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证据。紫青宝剑，你现在能把月光宝盒给我了吧？你杀死了我妹妹。是啊，我不杀她，难道她自杀呀？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？谢！你竟然敢骗我，杀了你！紫青宝剑，你不信啊？不信。什么鬼？怎么那么难闻？啊，那么脏呀！紫霞那是自暴自弃了吗？怎么会有这么难闻的油烟味啊？天哪！我帮你擦一擦。不用。随别人送礼物，真恶心。哎，跟着我干嘛？想偷看姐姐我换衣服是吧？小心我挖了你去喂狗！谁要偷看你？俩一样自恋。捆仙绳，好你个至尊宝！至尊宝，你给我过来！至尊宝！好你个至尊宝，你竟然给我下套啊！要怪就怪你，又有洁癖，又不守信用，活该。怪我了？洁癖有什么错啊？还有紫霞那臭丫头，到底教你多少法术？哼，是这样，绰绰有余。打我呀！你越是想打我，这衣服就越紧。你要怎么做，知不知道呀？好，你不就是想要月光宝盒吗？给你就是了。快去快回啊！哦，对了，记住，不要太激动。大魔，这么容易就拿到月光宝盒，总觉得不大对劲儿。难道是因为紫霞？我懂了。月光宝盒呢？糟了，肯定是被青霞拿走了。哎，姑娘，我再给您拿件新的吧。不用，我还是喜欢身上这件。青霞，这么老土的衣服，你一定会喜欢吧？好像还不够臭。这一下一定能逼死我那个有洁癖的姐姐了。对不起。
所以，这一切都是紫霞的安排。如果不是因为她，青霞也不会那么顺利的就把月光宝盒交给我。可是，你看，山顶就在那儿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你不知道山顶永远都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我不行了，你走吧，我一辈子都走不到。那就一起走一辈子。为什么要爬山呢？紫霞这个死丫头，竟然敢暗算我，看我怎么报复！喂，我只是想想做，想想都不行啊！我还不回来，都2个时辰。 不会被骗了吧？杀死他！你这是负心的臭猴子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想杀我呀？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省省吧。悟空。 自从你我每次分别之后，我们重逢都是恶斗一场，真让人可笑。唉，我们当初的情侣变冤家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糟了，他这一来，青霞一定情绪紊乱。青霞情绪紊乱，就意味着我很难再拿回我的月光宝盒。不行不行。 我不出面还好，我一出面，万一让那猴子知道了月光宝盒的存在，我这嫁衣不是给别人做了吗？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为什么你就把事情放不下呢？你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放在恨我这件事上，有意义吗？你错了，我这辈子只做了2件事，除了恨你，还有爱你。 孙悟空，人人都说你是齐天大圣、盖世英雄，可是却没人知道你在感情上面是有多混蛋。齐天大圣，盖世英雄，你一口一个孙悟空叫的这么亲热，你觉得你真的了解我吗？没错，如果我了解你。 我就不会问你为什么当日在藏妖峰时会对我痛下狠手。当日在藏妖峰，你对我纠缠在先，若不是春三师娘出手相助的话，那不更麻烦吗？还提他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还说你不该死？哎，今天啊，要不是观音来追我，我真的想坐这儿跟你好好聊一聊。不过真的没有时间，而且你这个悍妇的脾气。 我真的懒得跟你讲。怎么突然变成自己了？你个香蕉啊，心好疼啊！算了，今天跟他彻底做个了断吧。
这一棒，我与你一刀两断。今天你法力不济，我看在王人的情分上，放你一条生路。如果你还有尊严的话，真的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我杀不了你，留着尊严有什么用？你要杀我呀？哼，观音都拿我没办法，你能奈我何呀？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姑娘，你终于回来了，现在可以把月光宝盒给我了吗？白肉保密！不要！青霞，青霞，你在哪儿呢？青霞，青霞，时间刚刚好。你妹妹已经被我杀死了，看见没？这个就是证据。这下你可以……我可以把月光宝盒给你，可是你得先等我完成一件事。真的假的？你答应的那么快，我有点失望。是吗？不，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？青霞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很赶时间啊。多穿点。都是。般若波罗蜜。青霞，你在哪儿啊？青霞，青霞，青霞，青霞！你妹妹已经让我给杀死了。知道了。这下你可以把月光……我可以把月光宝盒给你，不过你得先把你衣服给我。紫青宝剑我可以给你，你还要夺我的贞操啊！少自恋了。你把你身上衣服给我，你穿那个。我。青霞姑娘，衣服我也换了，宝剑我也给你了，月光宝盒呢？少废话，等我处理完自然会给你。青霞姑娘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要处理？我很赶时间的。你去哪儿呀？我跟你一块儿吧。乖乖待在这儿，姐姐去就回。好吧，既然我们有先例，放弃。438，不放我吧！孙悟空。
友难得单独相处，你看这里这么大，又只有我们两个，不如好好谈一下嘛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追杀你这么久，今天终于狭路相逢了。你我这些年的恩怨情仇，就在今天做个了断吧。你为什么不躲？因为你在追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追你？我当然知道。不过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无话可谈，你杀了我便是。你让我杀你？你这只臭猴子诡计多端，谁知道你又耍什么花样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真。我都要死了，还有什么花样啊？我触犯了天条，观音大师是不会放过我的。既然我难逃一死，不如死在你的手上吧。别以为你跟我装可怜，我就同情你。我这颗心早就死。哀莫大于心死。如果以我一命能换你开心，我愿意。孙悟空，我恨你！可是你也爱我。那你呢？我不配。是我当初亲手摧毁了我们的爱情，那今天就让我亲手了结它。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来过，你愿不愿意？我当然愿意，可是没有结果。只要你愿意，就有。这么久了还不回来？月光宝盒。